唔知大家喺 IG 上呢有冇睇過佢嘅片呢？佢喺 IG 上面呢就會分享自己喺地盤嘅日常，但係近排呢就因為裝修而引起咗唔少嘅爭議喎，而且佢喺趣上呢又俾人哋話佢係雞棚號啊，同埋冇料扮4條，所以我哋今日就嚟討論下佢啦。佢叫做浩仔啦，咁今年呢就24歲。根據佢嘅片呢，佢就話過佢16歲就出嚟做嘢噶啦，所以學歷大約係 Form 4、Form 5左右。咁佢嘅身份就係建築業工人、裝修泥水師傅同埋內容創作者嘅。而因為佢喺 IG 上面就分享自己喺地盤嘅真實生活，而有好多流量啦。話說前幾排浩仔就開咗公司，咁分別就係家居一站通有限公司同埋貓奴裝修工程公司。咁家居一站通有限公司就係為顧客提供全屋裝修、專業驗樓服務同埋室內設計等等嘅。咁貓奴裝修工程公司呢，就係承接唔同嘅裝修工程，例如油漆、泥水、五金、水電維修等等。除此之外啦，浩仔仲開咗 PTCG 卡店。咁係咩嚟嘅呢？就係賣 Pokemon 卡嘅。咁之前佢有段片就話自己1個月就開咗6間鋪啦。咁係咩鋪呢？就係格仔鋪啦。咁乜嘢係格仔鋪呢？格仔鋪就係店主啦，將實體店劃分成唔同嘅格仔，之後出租俾唔同嘅網店店主啊、手作創作者啊等等，去賣自己嘅商品嘅。咁浩仔咧會喺 IG 上面分享佢同佢阿妹嘅日常。咁雖然有唔少人就話佢好錫佢阿妹啊，但我哋睇翻佢 account 啲片，發現只要有阿妹出樣嘅片，其實流量都幾高下噶。所以佢都成日 po 佢同佢阿妹嘅日常。但我發現有啲片呢會影到阿妹嘅醜照，例如阿妹瞓喺張床上面啊，冇梳頭嘅樣等等。咁其實呢啲片啊，同埋啲相都係公開噶嘛。其實阿妹嘅同學、老師、朋友等等都有機會會見到呢啲相或者片啊。其實呢啲咁私密同埋毫無防備嘅瞬間被公開嘅時候，阿妹係有機會會覺得有啲羞恥同埋難堪嘅。但有啲人可能就話吓，阿妹而家好似唔 care 咁樣喎。咁我覺得佢而家年紀仲係咁細。到佢入到青春期嘅時候，可能會 care 自己嘅面子外表嘅時候，佢就有機會因此而感到羞恥。而且互聯網係有記憶嘅，呢啲相可能就會成為阿妹嘅黑歷史，喺未來嘅日子就會俾人哋拎出嚟笑啊，造成2次傷害。咁其實呢，青春期嘅同學仔都會比較想 care 自己個樣嘅喎，即係攞我喺疫情時候嚟作為一個例子啦。咁喺疫情時候上 Zoom 嘅時候，咁同學仔都會執下自己個樣啊，唔會唔梳頭啊，或者攤喺張床着住睡衣就上堂咁樣。而我嗰陣時上 Zoom 嘅時候啦，同學呢一般呢有啲就係影住自己上半邊面啊，有啲就影住下半邊面，而有啲比較貪靚啲嘅女仔或者係有 care 自己樣嘅女仔，就甚至淨係會影半邊面嘅啫。甚至有啲人呢，淨係開個虛擬背景，個人又唔喺度喎。咁其實都可以睇得出青春期嘅青少年都係會比較想 care 自己個樣啊，同埋面子嘅。咁我見到啦，喺趣同埋連登上面啦，就有啲人就攻擊阿妹嘅樣喎。咁點解淨係攻擊阿妹個樣而唔攻擊佢阿哥呢？因為阿妹就露全樣，但係阿哥就戴住個口罩拍片嘅。咁當阿妹大個啦，即係可能會上網 search 自己阿哥嘅時候，見到呢啲 comment 嘅時候，又承唔承受住呢啲傷害呢？咁我就不得而知啦。咁不過我都希望阿妹大個之後，即係可能豁達啲啊，唔會俾呢啲 comment 受影響啦。話說浩仔之前就有段片就關於瓷磚嘅裝修，而呢段片呢都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咁喺趣上面呢，就好多人就話整得好亂啊，好核突。咁我哋就拎呢位趣友嘅 comment 出嚟講啦，見到好亂，好想報警，快啲拆咗佢重做啦。而佢就話出晒事，好亂，明明瓷磚後面有箭嘴睇，點解啲花紋唔係順翻同一個方向㗎？而呢位網民仲好好心咁喺後面就加咗幅圖，就話要咁樣順翻同一個方向，其實瓷磚後面有箭嘴睇㗎。
咁浩仔啦，對於呢次爭議啦都有回覆嘅。咁佢就話呢批瓷磚呢就係 MB 瓷磚嚟嘅，本身個設計都係唔對紋，而且係業主揀嘅，我哋送俾佢嘅。而且佢喺最後都賣咗廣告啦，就叫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嘅話，就去 MB 瓷磚度了解多啲啦。咁我喺網上啦就揾到2張都係唔對紋嘅瓷磚，咁俾大家睇下。咁對於呢件事我就不作評論啦。咁因為可能業主自己本來就係中意咁樣嘅花紋啊等等啦。咁而且靚唔靚呢樣嘢都係主觀噶嘛。除此之外，浩仔有條關於整水泥嘅片都係備受爭議嘅。唔知大家覺得佢水泥整成點樣呢？喺下面 comment 留低你哋嘅意見啦。對於呢2次事件，我哋一齊嚟睇下網民嘅意見。咁我哋先睇下網民對佢手藝嘅睇法啦。有網民就話地盤泥習做咗2年就學人做老細，仲要啲手工劣到比科文彈中炒嘢都冇錢收。亦都有網民表示得罪講句，佢啲地盤手藝已經係中下質素嘅雜工，唔係拍下片應該唔使佢再返，不過都叫自食其力就算，不過搭雞棚就抵俾人屌。對於浩仔嘅裝修牌照，都有唔少網民有意見。例如呢位網民就話泥水同水喉都有中工大工啦，電直頭要有牌，條友有啲乜，做判頭就乜嘢牌都唔使啦。亦都有網民表示，做開地盤轉行嚟做裝修根本係亂嚟嘅。有網民就表示，講咗好耐條友唔係師傅係泥習。咁總括而言，點解網民會對浩仔有咁大嘅不滿呢？就好似呢位網民所講，未學行先學走，技術未到家就學人創業，踩過界做裝修，唔識裝修學人全爆，仲要搭雞棚呃人。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呢？喺下面留低你哋嘅 comment 啦。話說啦，浩仔近排就 po 咗段片啊，關於啟悅苑嘅286尺全屋大改造。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呢條片。可以利用得突冚啦，而且我哋呢度都有個小心思嘅喎。大家見到有部冷氣喺度，咁啊會有條冷氣喉啦。我哋將佢收埋咗喺個衣櫃後。我哋睇完段片啦，我哋睇下以下呢幅相，睇下大家有冇發現有咩唔妥？係咪覺得個冷氣嘅位置有啲奇怪呢？咁我哋先講下冷氣機嘅運作原理先。咁冷氣機呢，就係透過機體嘅上方同埋四周嘅進風口去吸入室內嘅熱空氣嘅。咁吸入咗之後呢，啲熱空氣就會透過機內嘅過濾網同埋蒸發器就變返凍，之後再吹啲冷空氣出嚟。咁如果冷氣機周圍嘅空間不足嘅話，就會導致吹出嚟嘅冷風會被重新吸入，同埋會產生短循環嘅誤判，咁導致間房啦始終都係唔凍，而且會增加耗電添㗎。咁其實喺浩仔段片都睇得出，佢個冷氣機嘅上方空間其實都好少下㗎，咁其實都會導致日後好難以去清洗同埋保養。咁正常嚟講呢，冷氣機嘅左右兩邊呢就要保持10至15 cm 嘅，咁喺頂部嘅空間呢就一定要留10至15 cm 嘅，咁甚至係15至20 cm 先至會更加好。咁喺浩仔嘅裝修公司啦，就係包水電工程嘅，例如重新鋪設電線、水喉、排水等等啊。喺呢一個 post 度都見到浩仔嘅裝修公司係包含水電工程嘅。咁呢啲水電工程其實都係電力工作嘅一種嚟嘅。咁根據翻香港法例第406章電力條例嘅34條，咁呢度就話除咗註冊電業承辦商之外，任何人不得以電業承辦商身份承辦電力工程業務或納約進行電力工作。咁我哋一齊嚟睇下浩仔嘅2間公司係咪都係註冊咗嘅電業承辦商。如果你想知道你間裝修公司係咪註冊電業承辦商嘅話，我哋可以去呢個 website 之後再 search 你間公司嘅。如果間裝修公司係有註冊電業承辦商嘅話啦，咁佢喺下面啊就會 show 呢一堆資料嘅。咁我哋一齊嚟睇下浩仔嘅2間公司。咁我哋先睇下浩仔家居一站通有限公司。
咁睇得出佢間公司係唔係註冊電業承辦商嚟嘅。咁我哋再睇埋第二間貓奴裝修工程公司，咁都係唔係註冊電業承辦商嚟㗎啦。咁點樣先為之註冊電業承辦商呢？就係嗰間公司啦，至少有一名係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嘅，即係嗰個員工係有 A 牌以上嘅，即係證明啦，浩仔間公司啦係一個有 A 牌嘅員工都冇㗎喎。咁浩仔間公司嘅裝修做得好唔好呢？就見仁見智啦。但係呢，佢唔係註冊電業承辦商嚟㗎喎，所以佢做嘅嘢係違法㗎喎。咁有網民就話，琴日我老豆揾咗佢上嚟睇位啦。我老豆就話佢好似乜嘢都唔識咁，大部分時間淨係掛住拍片。最後我老豆叫佢爛。亦都有網民表示，雞棚號可唔可回應一下？呢轉防水做完一世都唔會漏，然後第41日企缸滲漏，引致咗門邊發毛。咁我哋就用浩仔嘅呢一段片所講嘅嘢嚟作為一個總結啦。咁我之前講過話冇良心嘅錢係特別容易賺嘅，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因為我差唔多每日都有啲詐騙廣告去揾我，而家都冇俾呢啲嘢影響到我，因為我覺得呢啲錢係唔光彩，係呃人嘅，我冇接到揾我，非常好賺嗰啲呃人嘅錢。今日咁多人支持，肯定係要更加做好啲，呢啲嘢係唔啱我嘅，違背我哋呢個火影精神。咁佢喺段片度就話自己唔會揞住良心去賺啲唔光彩嘅錢啦，但結果自己又去做埋啲違法嘢喎。咁唔通呢個就係你所謂嘅火影精神？咁多謝咁多位翠啊同埋連登嘅網友嘅 comment 啦，令更加多人知道浩仔嘅所作所為啦，同埋都多謝大家嘅專業意見啊等等。